脆哦，脆应该口字旁，口字旁不是十字旁。脆不是碎啊，脆口字旁的一个字那个脆，脆中之鸡，不是碎啊，是脆。鸡啊冻卵啊，卵要出来呗，卵要快孵出小鸡的先，要把那个母鸡要帮忙啄那个卵啊，啄那个卵，啄那个啄那个蛋壳啦。脆啄之鸡，诶，脆可能是里面的，啄才是从外面的。这样子，内外结合，这样更正的这样才对啊。脆啄之鸡，脆啄之鸡。